阿姐，大家平安。线顶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做伙来准备咱的礼拜。礼拜前，咱做伙来练两首的圣诗。第一首圣诗24首，第二首是582首。咱来先来看24首。我心俄勒至关上帝。这首诗歌拢总有50个歌词，咱用一寡时间，咱来念这首诗歌的歌词50。咱按第一节开始来请。我心俄勒至关上帝，万民拍败伊骹下，赎回伊伫下面满满，咱着俄勒来群我。俄勒敬奉，俄勒敬奉，俄勒永远我君王。第二节。俄勒我主恩典疼痛，示落历代困苦人。俄勒我主永远无变，赐福人类大恩典。俄勒我主，俄勒我主，永光无变大普有。第三节。慈悲怜悯，仁爱天父，在咱软弱快受罚。用伊温柔圣手抱咱，救咱脱出众苦难。俄勒称赞，俄勒称赞，俄勒自听到永远。第四节，人若下天，花草无生，大风吹来就扫清。虽然人类历史变迁，上帝永远袂改变。俄勒我主，俄勒我主，俄勒我主大仁慈。天使圣人同心敬拜，条件伊面同服侍。日月星辰拍败恭敬，因是俄勒永无停。俄勒称赞，俄勒称赞。俄勒著名到永远。来，按第一节。做伙来。我心俄勒至关上帝，万民拍败伊骹下，赎回伊伫下面满满，咱着俄勒来群我。俄勒敬奉，俄勒敬奉，俄勒永远我君王。第二节。俄勒我主恩典疼痛，示落历代困苦人。俄勒我主永远无变，赐福人类大恩典。俄勒我主，俄勒我主，永根无变大普。第三节。慈悲怜悯，仁爱天父，在咱软弱快受罚。用伊温柔圣手抱咱，救咱脱出众苦难。俄勒称赞，俄勒称赞，俄勒主听到永。第四节。人若下天，花草无生，大风吹来就扫清。虽然人类历史变迁，上帝永远袂改变。俄勒我主，俄勒我主，俄勒我主大。第五节。天使圣人同心敬拜，条件伊面同服侍。日月星辰拍败恭
心是何乐永无停，何乐称赞，何乐称赞，何乐名到永远。第二首的圣诗，咱来看582首，慈悲疼痛大人君。咱来念3节的歌词，第1节，请慈悲疼痛大人君，愿你照顾我灵魂。大影那山砍落来，大风将狂那浩西。都市以外拢无路，这心愿你肯照顾，带我平安到天城。阿乐上帝大尊名。第2节，除去主耶稣以外，我无多闪城通我，无人通靠通亲近，软弱野生我灵魂。把将万事交托你，愿你欢喜来指示，互我晓伫你实下，照顾引带拢无退。第3节，我的身躯满满是污秽罪恶在交甜，你的恩惠不知深，搁有至诚真实心。劳你保护洗我背，互我来我亲像洗。愿你安慰我灵魂，虽是软弱免忧闷。来，来，慈悲疼痛大人君。愿你照顾我灵魂，大影那山砍落来，大风冲崩那浩西，都是我拢无路，这心愿你肯照顾。第2节，拄起主耶稣希望，我无道闪声通我，无人通靠通亲近，软弱也生我灵魂，那将万事交托你，愿你欢喜来指示，互我晓伫你实下，照顾因带拢无退。第3节，我的身躯满满是恩惠罪恶的高甜，你的恩惠不知情，搁有知识信心，劳你保护生我背，互我来我亲像洗。阿门，阿门。请咱准备心来礼拜。亲爱兄弟姊妹，
礼拜的时间已经到，请咱用敬虔的心，安静伫主的面前，伫奏乐的中间默祷，请奏乐。凡那互上帝的神所带的，是做上帝的囝，因为恁毋是受着奴仆的神，至高阁惊吓，就是受着设立做囝的神。对安尼，咱叫讲阿爸爸啊！当心来吟诗俄罗上帝，圣诗24首，我心俄罗至悬上帝，请咱起立吟全首。
请咱有缘徛地，同心来祈祷。创造宇宙万物、至尊、至高、至大、至圣、全能的主上帝，天顶地下万物拢是属于你。愿要称颂你的至高圣名，因为独独主你是上帝，你堪得万国万民尊崇，堪得万国万民阿乐，堪得阮同心来敬拜服侍。亲爱圣神，求你洁净阮，将阮的污秽提去，互阮会当心清来到你的面前，用主你的大光灵的光来充满阮，互阮伫黑暗的中间会当得到主你的引带，互阮看见头前的路有主你的光明，也互阮会当对主你来行，活出合主你心意的生命。是阮的主，你有应允阮讲，伫大水泛滥的时，主你要坐得做王，你要坐得做王到永远。是，阮就用安尼的应允，要来对主你恳求。为着阮的台湾目前伫疫情的高峰期的时，阮要对你来祈祷，恳求主你的圣手特别保守看顾阮的长辈以及幼细的儿童，伫因的安全甲因的健康，拢有主你的顾守，也互遮个细囝伫即几礼拜中间要注意疫苗的时，有好的安排，有顺时的进行。主，阮也要为着遐个确诊的兄弟姊妹以及阮的百姓来祈祷，恳求你，互因伫隔离的中间，会当有主你的平安伫因的心内，互因的病症会当得到医治，互因紧紧来恢复因的健康。阮也要为着阮的台湾的社会来祈祷，恳求你，互阮的台湾社会有疼心、有包容，会当三体扶持，互阮行伫即段病情的高峰期的时，会当看见主你稳定的手在带路，互阮经历了后，会当紧紧恢复原来的生活。阮搁较要恳求主你来帮助引带，赏赐阮众兄弟姊妹有平安的心灵，互阮日日甲主你沟通，也互阮有信心通恢复伫主你面前的教会生活，互阮会当得到主你的帮助，心灵得到勇行。主，今仔日是圣神降临节，亲爱的圣神，阮欢迎你来，恳求圣神入伫阮每一个人的心内，成做阮生命的保惠师，保护阮、引带阮、教示阮、陪伴阮，搁赏赐阮对天而来的平安，伫阮生命的路站引带带领，互阮直到见主的面。自打即时，阮要同心来敬拜，恳求圣神充满伫阮的会堂，高牧牧师的喙传讲主你真理的话，互阮众人有受教的心，会当来明白主你的启示，也互阮会当活出合主心意的生命来。阮要将阮的敬拜、恭敬摆列伫你的宝座前，愿主你来欢喜悦纳。当即时，阮也要用主你所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心来祈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无伫带阮入伫试，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到代代无尽。阿门。请坐，请咱同齐用新版的使徒圣经来做咱的信仰告别。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勒岛人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
第三日对死人中各我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过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过我永远的活命。阿免。启应，咱要三甲来启应，要用上帝的话，诗篇104篇24节到31节，同齐来启应。上主啊，你所做的哪会遐尼多？同齐来，全地满满拢是你的创造。伫遐有海大搁宽，内面有算袂了的动物。伫遐有船在行。这个拢得靠你。你歇互因，因就翘起来。你面越走，毋看因，因就烦恼惊吓。你一个崩溃，因就受创造。愿上主的阳光永远存续。同心来领受上帝的话。今仔日咱所要读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圣经启示录22章第20节到21节。启示录第22章20节到21节，这是圣经上煞尾的经节。今仔日邀请咱大家同心来读上帝的话。启示录22章20节到21节，请干净这个事会讲，着我紧紧到，阿免。主耶稣啊，你着来，愿主耶稣的恩典甲正圣徒三甲行，阿免。咱搁再读一摆，坚定的读，愿主耶稣搁再来。同齐来读，请。正这个事会讲，着我紧紧到，阿免。主耶稣啊，你着来，愿主耶稣的恩典甲正圣徒三甲之地，阿免。感谢主，赞美。今仔日爱家团契要为着咱引带咱来赞美，因所要吟的诗歌是所有美善的快乐。所有美善力量都默默围绕，奇妙的安慰保守每一天，让我与你们走过这些日子，并与你们踏入新的一年。尽管过去的年日折磨心灵，艰困时光中但压迫我们。主啊，拯救保守惊吓的心灵，
以那为我们预备的救恩。所有美善力量都奇妙遮盖，不论如何都期盼那安慰。在晚上早上每个新的一天，上帝都将会与我们同在。若你给我们递来沉重苦悲，满溢着忧愁痛苦的苦悲，主啊，从你良善慈爱的伸手，毫不颤抖心存感谢领受。主啊，若你愿意再赏赐我们世上欢乐以及阳光亮丽，让我们纪念过去美妙岁月，把我们生命完全交托你。所有美善力量都奇妙遮盖，不论如何都期盼那安慰。在晚上早上每个新的一天，上帝都将会与我们同在。做阵来唱啊，第5节甲第6节，请咱做阵会当来唱。今天请让烛火温暖地燃烧，是你带给黑暗中的我们。或许这会引领我们再相聚，明白你的光在黑夜照耀，寂静深深地围绕我们展开，让我们听见那丰富声响，从周遭无形世界向外扩散，欢你儿女尽都高声歌颂，所有美善力量都奇妙遮盖，无论如何都期盼那安慰。在晚上早上每个新的一天，上帝都将会与我们同在。所有美善力量都奇妙遮盖，不论如何都期盼那安慰。在晚上早上每个新的一天，上帝都将会与我们同在。在晚上早上每个新的一天，上帝都将会与我们同在。所有美妙善良的快乐，拢是对主上帝所赏赐。咱的性命完全交托主，主就要甲咱日日同在。愿一切俄乐阳光归乎咱的主。阿免。正道，牧师今仔日所要讲的信息是阿免。感谢主上帝，互咱伫即款环境条件影响真大下面，各会当当心来敬拜。
拄啊爱甲团契因带咱赞美欧罗即个歌词，咱顶届有分享过。这是一个38岁的牧师，伊踮伫个集中营德国纳粹所控制集中营的内面，1944年12月，伊所写的一张批，是要互伊的太太甲伊的妈妈的。所以你若搁倒转去看即个歌词，你就会当体会伊的心境。虽然伫迄款受苦的中间，嘛知影家己踮咧地面上的日子可能无久啊。毋过伊对上帝有遐尼大坚定的信心，甲对主上帝遐来的仰望。所以即个歌词翻译做中文，这是林丰信牧师所翻的。伫咱的圣诗605首，是市发因伊家己做迄个歌词的一个了解，应该是圣诗委员会，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圣诗委员会甲即个歌词甲成做台语市发因教授用台语的课，迄是伫咱圣诗605首。所以伫即款的中间，咱求主帮助咱，互咱会当更较坚定伫伊为着咱起初的石盘顶，亲像马太福音第7章，耶稣甲咱讲，咱领受遐尼侪活命的话，咱怎样伫日常生活中间甲行出来，互咱即个生命无受即个世间的影响，毋是讲咱甲即个世间无关系。咱绝对有关系，这个世间的代志发生的代志，甲咱绝对有关系。俄罗斯甲乌克兰的战争，甲咱要食胖有关系啊。小麦啊，啥等等这些物件，伫全世界这款的流通的中间，石油的关系啊，这甲咱的生活中会影响到。所以，伫这款的情形，即马搁面对疫情、病毒。咱如果若坚定伫主上帝所起初的石盘顶，就袂惊吓。即几个礼拜，咱嘛不知遐侪人因为行动活动受限制。即款的限制其实毋那敢若外在，同惊的就是心会惊吓。咱同烦恼的，当心看愈忧闷的时阵，先煞行袂出来。所以，毋那是外在身体受影响，当你心灵行袂出来时阵，就真侪代志足无彩啊咯。所以，咱求主帮助咱，互咱珍惜起初伫即个石盘顶，踮伫即个确诊以后这段时间，咱需要搁较侪领受上帝所答应永远的约、平安的约。伫个青年朋友的中间，大家嘛咧学习。小学生嘛咧学习，踮咧小学中间，若要搁转来上课，有一个咱2礼拜无来，同学就知影讲哦，他确诊在家。等伊搁倒转来上课的时阵，迄个故事走出来，边仔同学毋拄好，甚至老师毋拄好，会使讲欢迎这个确诊的许承道同学回来了。哇嗨啊！无讲过毋打紧，就讲落去下课，同学毋敢甲伊斗阵。这拢是咱咧讲的，这心灵的终结，甲心理上的调适。所以毋是有目着有染着这个病毒的人，爱做这款的终结。咱所有兄弟姊妹，拢仰望主所赏赐咱活命的话，坚定咱的性命，咱会当成做这个时代。特别这段时期真要紧，和平的使者，咱去的所在，互人带着仰望，袂惊吓。毋是讲咱凊彩无注意，咱应该做的咱犹原共款真细腻，也毋过咱会当促进大家会当恢复。毋通想讲这个病毒会无去，互咱恢复正常生活，咱毋通想这个。专家甲咱讲，这个病毒会一直伫个，但是重要是咱的心灵安怎对主上帝领受这个永远的约，因为伊的圣殿、伊的圣所被踮伫咱的内面，所以亲像咱希伯来人书到今仔日已经上路尾一章咯，咱若看12
节的时阵12章12节，在讲到都爱将下垂的手举起来，发酸的腿挺直。基督徒特别会记到这款，所以台语上下骹这节，咱做阵来读来，骹酸手软的，恁就互伊勇敢。希伯来人书到上落尾咧鼓励咱安尼，跑走天路的过程，有当时也会感觉骹酸手软，即个毋若外在骹酸手软，包括心灵性命，无想要走。伊甲咱讲颠倒手爱举起来，阿罗上帝，骹搁好一摆，好撑直起来，会当向前来跑走，来得到勇敢。所以伫今仔日圣神降临这个时刻，咱特别要用阿免这项三角来学习，这嘛是祈祷中间通底一个祈祷，一句话一个字安尼来定。咱教会对10年前开始用新版的圣诗，就伫咱头前拢有，咱是蓝色的皮，或者是黑色的皮。这个圣诗总共650首，咱原底圣诗是523首，523首，逐首后壁拢有阿免。但是这650首的圣诗，你若注意甲看，内面有阿免的无甲20首，敢若10通首那尔。大部分拢无写阿免，所以咱这10年来，就有当时也会碰到兄弟姊妹问讲，牧师这首就爱唱阿免啊免吼。咱小会会讨论了是讲，唱阿免啊对，无唱阿免啊毋是对。毋过咱教会传统习惯，圣诗吟了后，咱拢会吟阿免，咱就继续吟。除非少数一两首伊是音调的关系无适合，所以伫咱树林教会，咱拢继续逐首后壁拢会唱阿免。那安尼，这个阿免是什么意思？真侪点嘅教会大汉的兄弟姊妹拢知影台语，咱叫做心所愿。我真细汉迄阵就听阮阿公咧讲，有影哦。我迄阵听因咧祈祷的时阵，祈祷落尾，毋是逐个拢讲阿免呢。我是细汉信念教会的时阵，都有听到长辈讲心所愿。我怎想讲，祈祷了，毋是应该讲阿免，伊若讲毋对。我迄阵佫会感觉伊讲毋对，等去甲阿公讲我什么人吼？咱祈祷了，伊讲毋对，伊讲心所愿，伊毋是讲阿免。对，心所愿，咱知阿免是安尼。毋过对圣经来看，咱特别看阿免意思是伫倒位。所以咱要先来听这首歌。这首歌，咱来听伊才9分钟。这 Harris 今年75岁啊，伫过去这10几年来，伊是一个真厉害的福音歌手。咱来听这首歌，应该有人捌听过这是架游艇顶头，在游艇上面我大家组织Sing it over one time through. 大家唱伊咧讲一个故事， Listen to my 伊咧讲到 story. 迄个这样子马祖出世迄个耶稣的故事。伊讲伊行伫海边，邀请土耳人来军队伊， Now we see the little 伊 baby. 嘛捌听女啊进入 We know that 耶路 he's 撒冷， wrapped in a 伊捌踮咧 manger. 花园 Let me know the 祈祷 story.，踮咧花园祈祷甲朝花迫切。伊面对比列多的心痛，伊去互人钉伫十字架顶。伊 See 讲， him at the 我来甲恁讲即个故事， seashore, 这是 Harris talking to the 伊所唱的这个歌 fisherman.，但是听伊唱歌的人，毋是干那听来听，大家拢咧唱 Amen Amen。 Riding through Jerusalem. Remember that? When they wave the palm branches. Come on. 你会当看着大家 In palm 心 branch 所愿， splendor. 当心海。 Amen. Amen. 你有想要唱看卖无？来，咱听看卖哈。Amen 哈。Amen. Amen.
清唱去看，来，们听落麦，们，我一摆来，们。安尼咱转去无片仔路，你家己就用个唱，透早起来你就透早起来你就用个唱，你会应该家己想要讲的故事甲交落去。即个 Harris 伊咧讲，请听我来讲有关我的救主耶稣。我毋是要讲别人的救主耶稣，是要讲我的救主耶稣。你经历到耶稣甲你性命的关系到底是啥？问伫咧圣经中间，咱就要归来看。圣经咱分做旧约甲新约。伫咧旧约的上尾卷马利亚基书，上尾一章第4章，上尾迄2节第5节第6节，所以4、5、6你会当记起来。这段是咱常常最近会去看着，咱同齐来读来。你看，伫上主迄个大国通行的日子来临以前，我要差遣先知以利亚去恁遐，以话互老百姓转向囝儿，囝儿的心转向老爸，撒边我来的日时，彻底毁灭这个地。伊望的伫旧约要结束的时阵，伫讲的是一个悔改，一直咧提醒咱来不断来忧疼，不断来悔改。做先生的，你的心爱倒转来伫你的太太的身上；做太太爱转来先生的身上；做父母的，你的心爱注目伫囝儿；做囝儿的，你应该爱注意看爸爸妈妈的目睭。这是几个旧约到上落尾。天父上帝心意，伊无爱彻底毁灭这个地，无爱安尼，所以爱咱会当即款的回转倒转来。不过伫现实的生活中间太无容易啊！咱讲三听，讲敢若注意看对方，这都足无简单。所以咱爱面对迄个公义的审判。诗篇98篇第9节嘛，甲咱讲。咱看到即个上帝敢若袂输的一个法官共款，摕迄个锤啊，准备要断落去啊！吼，断落去，咱就要面对即个公义的审判。旧约圣经马利基到落尾安尼讲，当进入新约一开始，行洗礼约翰，互人看敢若亲像是以利亚过来共款，伊踮咧旷野咧传的嘛是悔改的洗礼。爱人悔改，最通得到赦免。所以当行洗礼约翰受关押，咱看马可福音写讲，耶稣来到加利利，宣讲上帝福音，犹原共款。上帝国君，恁就要悔改来信福音。所以咱看新约嘛是煞接旧约咧讲的迄个悔改，迄个悔改要带来什么？有影上帝要毁灭全地吗？要救助这个全地吗？敢是安尼？毋是啊！所以咱今仔日所看的圣经是新约上尾一段启示录，上尾2节，咱拄仔读的是上尾迄2节。今仔日是圣神降临节，咱若看启示录21章第10节开始，伊咧讲到新天新地。然后讲到圣神带我到一个悬的所在，看起来呢，看到对天顶上帝降落新的耶路撒冷。伫咧启示录21章第10节咧讲者，所以看到这个新的耶路撒冷，咱看到真侪金银宝石所做的涂骹、黄金啊、泉石的条啊、啥等等，都是伫咧这个所在开始记录。一直到22章第1节，就讲到对这个圣殿、对宝座有一条活命水的河流出来。这个活命水的河对宝座、对
耶稣基督这个宝座流出来，伊两边阁有12丛活命树，这活命树的叶啊会当医治，会当医治。这是到甲启示录22章。所以圣神降临这今仔日，互咱搁一摆经历圣神带来换新医治的权能，通过这活命树的叶啊医治咱，这是对宝座上所流出来。所以拄啊，咱最近读的，就是规本圣经上落尾咯，这两节。这两节上尾的一句话就叫阿门。咱看21节，咱会当看到，这是作者约翰对大家的祝福。所以讲，原主耶稣的恩典甲咱正圣道三角之地，这咱能够知。所以大家最近讲阿门。但是你若看20节的时阵，20节咧讲干净者的思维，干净者的思维，就是咧什么？就是基督甲上帝亲自临在这个干净，讲伫这个所在。所以干净这个思维讲对，我紧紧要到。所以你看下骹这句 ，Amen， 主耶稣，请你来是会众咧讲，作者咧讲，会众甲作者讲主耶稣啊，请你来。但迄句讲对，我紧紧要到，这是主所甲咱讲。所以对安尼，咱会当看出来，这是从对救主要进入拯救，用拯救代替救主。因为人未晓得悔改，人无能力悔改，所以通过耶稣基督，互咱对旧约到新约，对救赎进入恩惠。这个恩典，这个恩惠，就是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的救恩。咱要期待，就是伊过来，毋是因惊吓，因常常烦恼的心，踮咧听候惊上帝公义的审判。上帝是公义的上帝，但是伊伫耶稣基督十字架顶已经完成这个公义的要求啊，所以咱要伫期待是耶稣带着这款的恩惠过来，用什么款讲呢？但要对圣经来讲，就是叫做阿门。所以当咱每一摆祈祷要结束的时阵，咱拢知这心所愿、肯定、赞成对我所祈祷的内容。要表达的这个阿门，要紧的是上帝真实临在，因为阿门这个字是翻译的，全世界目前拢翻做阿门，无论你是倒一款的语言，拢翻做有的叫阿门，有的叫阿门，有的巴克勒翻译做阿敏，拢是这款的，全部拢翻译拢共，伊原来希伯来这个字就是阿门。希伯来字就是阿门。咱若看以赛亚书65章16节，安尼讲做阵来，所有伫即个地为家己求福气的人，为对信心的上帝得到福气；所有伫即个地救抓的人，为指信心的上帝救抓。你若要照原来的话是讲，伫即个地为家己求福气的人，为对阿门的上帝来得到福气。伊原来就是叫阿门的上帝，所以阿门是信息，是真实，是实实在在。因为上帝看袂到，摸袂到。地面上的人，咱咧讲的真实、实在是安怎？看会到，摸会到啊！所以先知以赛亚甲咱讲。咱要上帝祈祷的时阵，咱是安怎呢？咱其实是倚靠，是对这个信实的上帝来祈祷，真实的上帝，实实在在的上帝，阿门的上帝。所以咱嘛会当看起旧约的百姓，有一届尼希米对遥远的所在倒转来耶路撒冷，带大家甲。耶路撒冷的城墙起好势，起好了，会用同心敬拜，伊就请以斯拉来，请以斯拉来，咱最近来读这段来，以斯拉称赞上主至大的上帝，众人民拢举手回应讲阿门阿门，因拢额头拍伫涂骹，
敬拜上主。意思啦哈，带大家来阿罗上帝，读律法的册，然后百姓会举手讲阿门，表示这都唔是心所愿咯，因为咧读上帝律法啦，表示啥？真的，我知影这个话是真的，上帝实实在在的话临到伫咱，真实的上帝降落伫咱的中间，阿门的意思。哈，所以这对比咱伫咧祈祷了讲阿门，更加丰富咯。祈祷了你讲阿门心所愿，但是会记啊，真实的上帝亲自临在伫咱的中间。诗篇41篇13节嘛是安尼讲吼，来，愿称赞归乎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对永远到永远，阿门，阿门。所以这是咧俄罗迄个真实的上帝。真正伫咱的中间，你若看新约的时阵，新约是用希腊文所写。新约咱就小可有一点仔概念希腊文，因为哦希腊文咱什么唔知，但是咱知影吼有一个时标啊，迄个时标啊，omega 吼，就是希腊文上落尾迄个字，这叫 omega。啊，希腊文字母的第一字叫做阿法，所以你就知影迄个叫阿，对无？啊，即个看起来敢若 U， 伊是 R E U A O 的 E M A 叫 M， 所以即个爱读阿门，迄个看起来敢若来吼，迄是 M 的发音，阿门。所以阿门咧个，你后会阁看到耶稣咧讲遮，伊伫马太18章第3节讲，我阿门。甲恁讲，恁若无改变，变做亲像囡仔，就袂当入天国。我阿免甲你讲，伊原来是安尼讲，啊，咱甲翻译做实在，实在一解个无够。有一摆，一个叫尼哥底母暗时来找耶稣，因为伊要问的问题太大条啊，太重要，所以耶稣毋但甲他讲一摆，耶稣讲2摆，伊讲我实实在在甲恁讲。阿門，阿門，2擺。我真實，我實實在在，所以有中文的聖經翻譯，這個翻譯講非常真誠地告訴你，還是講鄭重地。伊原來是阿門，阿門，那個數，伊那個吼，我真理袂啲是 L 發音吼，阿門，阿門，那個。我真正，我真實甲你講，人若無定頭生，就袂當。看到上帝講，這個主題太重要。耶穌嘛安尼咧講，所以在講阿門阿門那個數的時陣，伊咧講的是安怎？是這款的有同心領受無？伊咧講阿門的意思是講，我用阿門的心甲你講，是真實上帝伫這個所在甲你的一個對話。所以踮咧主禱文上尾啊，咱猶原嘛共款講，因國權能榮光。攏是主所有的，直到永遠。阿門。原來就寫阿門安尼，所以這是咱較會當鬥陣，毋是干那一個人家庭，是眾人同心合意的同意，同心合意的同意，同心合意，最定講阿門呢，就表示咱攏肯定也知影，都是照祈禱安尼來，所以。咱嘛看到為什麼踮咧教會兄弟姊妹三甲組織的時陣，有這個提醒，阿門表示心所願，嘛表示同意。那呢，我所聽的，我就愛會了解，啊，佫真正會同意。我若聽的無了解，我要安怎講阿門，對無？所以哥林多前書保羅寫互教會提醒，眾兄弟姊妹三甲鬥陣。互相安慰、勸勉、互相鼓勵、帶導的，都是人聽有的，毋是要講人聽無的。你若講人聽無啊，到尾啊，要做陣祈禱，伊就無法度阿門啊。所以阿門佇教會中間最重要的祈禱的中間，咱會用；吟詩學路的時陣，咱會用；當咱要經驗上帝真實同在的時陣，咱會用；在讀聖經的時陣。在吟詩祈禱的時候，望咱攏會當經驗到阿門
真实的上帝伫咱的中间。所以，无论是希伯来文、希腊文、英文、拉丁文，无论多一个国家安怎翻译圣经，阿免这句话拢是共款，同心合意。所以，各位记得拄啊，阿免这安怎念无？咱过来复习一解。望你今仔日礼拜煞了后，你会当甲即个歌记伫你的心内，家己心内唱无要紧，还是你要甲唱出来，互阿免的上帝真正互你去经验到，伊毋是干那来遮虚晃一招，毋是，伊是真实来的。启示了上尾啊一句话，在讲阿免，主耶稣啊，我愿你来。主耶稣，望你会当来。你安尼阿免吗？伊来，毋是虚晃一招哦，伊来是道成肉体，踮咧世间一世人。伊国话，咱要期待伊来吗？你真正期待伊甲你三甲斗阵吗？昨昏我看到一个见证，这对我来讲嘛是一个真重要学习。就是咱若去教育馆，你会看到泰德。泰德当然伊是一个公司内面的一个职员，所以受派来咱遮吼。泰德就咧柜台即个保全的兄弟。我过去我知影这块的，但是我昨昏第一摆也真实听到这个故事。我知影有8位2个牧师。嘛是做牧师了，未了，要转业去做保全。有一个，即摆已经50多岁，伊了7、8年前，伊是文道会的牧师，40几岁，服侍安尼教会，感觉家己愈做压力愈大，无适合安尼。甲牧师娘讨论了，就离开，无做牧师，伊去按保全开始做起。迄阵40几岁。咱爱知哦，保全毋是8点钟啊，因是几点钟？至少12点钟，7点到7点，吼。伊安尼开始做，2年、3年，这个公司伊的主管发现这个吼，中年40几个无共款，所以佮无共的训练，会变做做总干事，吼，咱知有总干事下去，佮做主任，无偌久。伊即卖的积分是即个公司总经理的特助，已经一段时间。因为伫咧层层上报，遮主管发现讲，即个职员无共款咯，吼，伊毋是干那一个保全的了来尔，嘛毋是干那一个总干事，所以伊即卖是一个即公司内面2000多人都在调配来调配去嘛，吼，伊是即个总经理的特助。这是一个牧师，我听到这我嘛感觉，原地徛喺这个所在咧宣讲上帝话，敢若高高在上，但是落去做保全是第一线哦。你知迄12点钟真无简单啦，你连拄久都无容易，连要去洗手间拢都爱一个广告跳针。佮有另外一个牧师是60几岁，已经办退休啊，办退休。然后同款去做保全，不过在2个月了后，伊嘛分享一个见证因为这是伊有分享的，所以我通好会当。伊分享迄个见证，伊讲这有影是一个真大的挑战，但是嘛深深体会什么叫做道成肉体。咱有当时讲到上帝话，咱得互相带导，咱踮咧查经。看到真侪上帝互咱的真理帮赞，但是这个话对我来讲，怎样伫生活内面落实？怎样伫生活中间来落实？
所以这两个同工，一个即马还佫伫个积分顶头，就是50几岁这位总经理的特助。佫另外即个同工，伊就是写即个见证，就是也讲讲哦，2个月够了啊，我们佫倒转来教会牧会。毋过迄2个月的帮助已真大。知影咧牧养的羊群到底生活中间是甚物款式？但是当同工大家三甲咧做阵分享讨论的时阵，知影即2个无共，一个就是叫做多情肉体，一个叫做生活体验。主耶稣基督对宝座来是倒一款？伊敢来体验一下咱的艰苦安尼来念吗？毋是，伊是完全认同诚做人。所以咱若讲主耶稣啊，我愿你来的时阵，即个来的耶稣基督，伊是已经伫即个世间行过一生，为着咱死，为着咱国活。所以你伫祈祷讲主啊，愿你过来的时阵，所抛着的一个愿望、仰望，是一个国外主，但是伊捌行过我所行过每一个关卡、每一个艰难，所以伊会当真实甲我斗阵。阿免，就是这个意思。咱求这个国外主真实伫我的生命中间。所以咱的一生内面会碰到最无同的功课甲挑战艰难，但是咱知影主耶稣是一个慈悲的王、慈悲的君王、慈悲的上帝。多情肉体来甲咱中间，毋是来体验，是来甲你我真实同在，是一个阿免的主。圣诗582首，咧甲咱讲，咧讲到即个阿免的主。真正来甲咱中间，要带互咱平安，带互咱快乐，带互咱伊所享受即款的恩赐，咱同齐来吟。主必听我灵魂，我的照顾我灵魂，大鹰那所看落来，我风中过那好山，都是我龙波罗，这心我的天骄傲，传我平安到天下，我路上的我尊名，都去主耶稣以外，我无多想通行，无人通过通情故，乱流也是我灵魂，大众万事高过伊，我的我真是我有你心的叫我因，请起立来吟第3站。我的心我是无悔罪恶的高义，你的恩惠不尽心，过无尽心心心，劳力不会随我变。亲爱的主上帝，阮感谢你，
因为伫即款真大挑战、充满艰难困苦的世代，阮要有看到主，你真实甲阮同在，带来充满望、前跑走的快乐。感谢主，因为你有答应阮，守护阮平安，甲即个世间的平安是无共款，互阮会当伫你的平安内面，享受安稳自在的生活。安尼感谢基督，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坐。请咱用感恩的心，同心来奉献。奉献的时，请吟奉献的诗歌献做活祭。我主，我的心的魔力，我主，我的骨的你主个听他我亲主的，你细细的高万岁，我主我的我哪里大主了，奉献我来自。耶稣，主耶稣，因我的生活里，耶稣，主耶稣，因我的生活里，我主我的心魔力，我主我的骨的你主个听。请起立。请坐。请咱同齐来读金句。今仔日的金句记载伫启示录22章第2节，请咱同心来读2摆。我读1摆了后，咱会当同齐来读2摆。启示录22章第2节，河的双边有活命的树，结12样的果子，每月结伊的果子，伊的树叶做伊伫列邦的路用。12章第2节，河的双边有活命的树，结12样的果子。每月结伊的果子，伊的树叶做伊伫列邦的路用。启示录22章第2节，河的双边有活命的树，结12样的果子，每月结伊的果子，伊的树叶做伊伫列邦的路用。请问咱今仔日敢有来到咱中间第1摆，甲咱三甲敬拜的兄弟姊妹？
好，若是无，咱即时咱用关心、祈祷的心来关心教会的圣工。各位兄弟姊妹平安，咱做伙来关心教会事工。今仔日是圣神降临节，嘛是总会所定的环境主日。后礼拜是总会所定的关怀亚洲纪念主日。疫情期间，请兄弟一定要戴嘴掩、骨力消毒，而且鼓励兄弟去注疫苗。教会礼拜以及拜五祈祷会实体甲网络会伫个同一个时间照常举行，但是兄弟若有带做伙的人确诊，请利用网络参加礼拜甲聚会。另外，虽然政府取消实联制，兄弟进入教会参加聚会，嘛是爱请会记录感应的卡片，方便本会关怀事工部点名。欢迎兄弟利用汇款也是定期汇款的方式参与奉献。另外，为着环保的关系，本会嘛有申请所得税电子化作业，相关的申请方式，请兄弟前拢交代到也是办公室了解。6月6号早起9点半，上里团契举行月例会，以下是聚会的内容，欢迎兄弟踊跃参加。同一个时间嘛会当利用网络来参加。请继续为身体欠安的兄弟姊妹代祷。愿上帝安慰甲医治。咱拄仔所看到这事工报告甲周报所写的，咱嘛特别为家己祈祷吼。咱这是一个真大的功课，不只啊，做伫关心的过程中间，会当了解、体会兄弟姊妹迄个心内的跨路，心内跨路吼。咱用咱属灵教会来讲。嘛是不只侪兄弟姊妹有咱所谓确诊啦，确诊就是你有做快筛啊、PCR 啊，所有即个。但是咱知影，嘛不只侪人嘛讲牧师，我敢若有呢。我讲你甲身体顾好就好吼，你无一定爱去快筛，有的人就无一定去咱家己注意一下啊，一两天恢复较好势。嘛毋知影是感冒到底是毋是即个病毒？不过要紧的是咱这心灵的中结咱。坚定信靠上帝，也相信伊阮当有水的旨意，嘛为着遮个伫咧艰苦的兄弟姊妹来祈祷，甲遮个家庭，所以咱关怀部用咱过去这4礼拜统计，差不多约都超过50个家庭，人数超70几个，因为有的一家6个吼，同齐就是泽印牧师，阿某2个4个囡仔，6个拄好前后安尼10几工拢对吼。嘛有2个、3个吼，即关怀部咱的关怀来倒后一个行动，一个真简洁但是真正关心的部分，所以咱特别为了遮祈祷。咱家己本身，我有感觉吼，咱嘛是正常生活，但是做好咱应该有的即个准备，甲咱预防的工课。所以咱即时请起立，开咱的心，开咱的嘴，同齐。祈祷，亲爱主上帝，阮感谢你，互阮会当享受你阿免的上帝，是踮伫你的面前，阮会当讲阿免，阿免，因为阿免是主真实甲阮同在，主啊帮助，伊会当伫即款年日的中间，互阮经验你奇妙的快乐裂坎，阮期待你对天顶来的安慰，加所阮。帮助阮得到助力真心感恩主。亲爱的爸爸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是阿免的上帝。我们讲阿免，阿免，阿免。你真实甲阮同在，你遐来的快乐奇妙，要裂开阮所有的软弱，特别即马踮伫台湾。阮需要的，就是心灵得到圣神的换心中结，互阮无惊吓，袂紧张。阮外靠主耶稣基督国话的能力，阮会当面对每一个新的一日，拢是主你所想事的。恳求你继续保守疼痛，互阮工作、生活、
社区活动，也是阮对你所领受特别的服侍使命，阮拢会当经验到，哪服侍哪甘甜，哪参与哪得到快乐，这款的恩典，你也似乎看过。阮特别长辈的兄弟姊妹，阮国家会当无论是毋是有主有奉献，阮拢会当得到主你真实的保护因带，通好诚做水的见证，也诚做别人的祝福。恳求你的慈爱怜悯，拢无离开我。安尼感谢基督，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吟上用的诗歌，圣诗575首，圣诗575首。耶稣召我来行天路，第1节甲第2节。吟诗说，请牧师祝祷。耶稣召我来行天路，做我用尽你的进步，世间无论危险艰苦，救主耶稣是给保护。我的救主基督耶稣，全能献就是给保护。我被真心对你靠靠，你我心温亲像保护。无论拄着烦恼艰苦，也是行伫你他路途。无论爱你，也是山顶，也是当你主耶保护。我的救主基督耶稣，全能献就是给保护。我被真心对你靠靠，你我心温亲像保护。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扶持、安慰、医治，甲恁众人三甲同在，对即时直到主过来，阿门。请坐，列岛闭会。